蓝线、橘线以及即将通车的绿线，可以说是台中捷运的核心路网。除了使城内的轨道运输更加完整之外，也缩短了海线地区和山线地区的距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条事务所。台中捷运绿线在经历了10几年的工期之后，终于在2020年11月16日试营运，才第一天就吸引了近8万人潮抢先搭乘。但好景不长，才试营运的6天就发生了列车连接器轴心断裂事件，导致所有列车连接器都必须要撤换。不过除了绿线的这起意外，这阵子台中捷运也发生了2件大事，那就是蓝线终于在3月完成了综合规划报告并送交通部审查，而橘线也终于完成了初步的可行性研究报告。大家都知道，捷运只有1条是不够的，所以蓝线和橘线的加入可以说是极为重要。但根据规划结果，蓝线和橘线的新建经费竟然高达1309亿及1185亿，实在是非常惊人。今天就让我们一次来认识这2条1000亿捷运蓝线和橘线吧。台中捷运蓝线最早于1990年代开始规划，属于中捷最早规划的路线之一。当时是由台湾省政府住宅及都市发展处办理，并在1998年时完成了台中都会区捷运路网细部规划。路线规划中共有红、绿、蓝3条线，其中绿线和今天的路线差异不大，蓝线西端直到东海大学，东端则延伸到太平，而红线则为一条和台铁大致平行的路线，并一路往南延伸到南投县中心新村。后来由于台湾省政府虚极化，因此台中捷运的规划也移交给高铁局办理，将红线取消改成台铁捷运化，并将绿线列为优先施作路线。绿线也在2008年正式交由台北市捷运局施工，而蓝线等后续路网的规划则交给台中市政府执行。2009年，台北市捷运局完成台中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路网检讨规划报告书，确立台中捷运路网为红、橘、绿、蓝、紫5条路线，而蓝线的核心路段为东海大学至太平，东海大学至台中港则为延伸路段。蓝线所经过的路段皆为台中市的精华区，串联了太平市区、台中车站、旧市区、七期等重要地段，延伸路段又可以连接台中港，可说是台中捷运最重要的路线。台中市政府理应强力推动，对吧？是这样说没错，但在蓝线规划之时，正值高铁及高雄捷运通车，而这2者的初期运量皆不如预期，因此交通部在轨道建设上转为保守，并在2010年时退回了8项轻轨及捷运建设计划，其中就包含了中捷蓝线。在被交通部泼冷水之后，台中市政府为了培养中捷后续路网的运量，转而积极办理 BRT 系统，希望借由快捷公车来作为蓝线的先导交通，并同时进行捷运蓝线的可行性研究。之后 BRT 蓝线于2014年7月28日在时任台中市长胡志强的主导下通车，从台中车站到静宜大学，全线执行台湾大道，并和捷运蓝线的大部分路段重叠。BRT 蓝线为全台湾第2座 BRT 系统，同时也是第1座采车外收费的公车系统，却因为通车时程太仓促，导致部分设备尚未齐全，而因为 BRT 在路口拥有相对优先通行权，造成横向道路停等时间变长，因此在上路之后争议不断，最终在新市府上任后，于2015年7月8日宣布终止 BRT， 车道将改建为公车专用道。这条 BRT 系统在营运后不到1年即被废除。在 BRT 被废除之后，新市府随即积极向中央争取捷运蓝线，并数次将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交通部审查，却一次次的被退回。最后终于在2018年获得交通部及行政院的核定，蓝线也终于摆脱了停滞不前的情况，进入综合规划阶段。蓝线在可行性研究中的设计为自台中港起，高架沿着台湾大道前进，接着在潜入地下后转入中华路、青年路，进入台铁沙鹿车站，之后继续沿着正南路前进，在过了沙鹿公园后切回台湾大道并转为高架，再一直沿着台湾大道直行至东海大学。过澄清医院之后，蓝线再次由高架转为地下，接着一路穿越高铁轨道、国道1号，抵达市政府站和绿线转乘，然后再继续沿着台湾大道前进，在2段附近转入民权路，并一路直行至台中车站，最后终点设于台中后站的台中糖厂。全线总长约26.2公里，并设置9座高架车站及9座地下车站。可行性研究中的蓝线和最初的计划差异不大，只是加入了原本为延伸路网的台中港段，而太平段则被列为后续路网。在可行性研究核定之后，蓝线的综合规划旋即启动，最后终于在今年2月完成，并在3月呈报交通部审查。
在综合规划报告中，台中港站由台湾大道北移至临港路上，也改善了原本可行性研究中的多处弯道，将沙鹿车站附近的路线拉直到台湾大道，并将捷运沙鹿车站改为高架。旧市区段也放弃走民权路，改为执行台湾大道1、2段至台中车站，终点一样止于台中糖厂。东海大学附近的3站则从高架改为地下，并评估增设竹林、中港转运站2站。而原本位于大肚山的 B4 站预留站体，则经过一系列变动之后，最后终于敲定改设在正英路口，全线总长约 24.8 公里，并设置8座高架车站及12座地下车站。若是最终综合规划顺利核定，接下来的细部设计、施工等工作预计需要11年，也就是说蓝线最快也要等到2032年才能通车。而另一方面，原本蓝线在可行性研究中的预估经费为981.49亿元，到了综合规划时却暴增到1309亿，也是备受瞩目的地方。看完了蓝线，我们来看看另一条千亿捷运橘线吧。橘线在1998年时最初的台中都会区捷运路网细部规划中并没有出现，但当时红线的南段其实和今天橘线的部分路段是重叠的，而橘线正式的规划则要等到2009年的台中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路网检讨规划报告书才出现。当时的橘线起于水南经贸园区，经由中清路、大雅路、台中公园抵达台中车站，接着转入国光路进入后站，再一路往南抵达雾峰。另外，橘线的南北两端也都有延伸计划，北端预计延伸至台中国际机场，南端则预计延伸至南投市。到了2012年，台中市政府完成橘线的可行性研究，并将路线修改为由台中国际机场至雾峰，而现行也有些微的调整。北区的路线改由经由进化北路、崇德路、三民路，并穿越台中公园抵达台中车站。大里区的路段也从原本的大丰路改行中兴路至雾峰。全线共设置21座车站，并可在文心中清站和台中车站分别含绿线及蓝线转乘。南端则同样保留延伸至南投的空间。2015年，新上任的林佳龙市府决议将橘线调整为双港轻轨，并重新规划，将北侧延长到台中港，打造一条连接海港和空港的轻轨路线。不过，这条轻轨自始至终都没有定案，而且因为路线弯曲、转乘不便，在台中港路段甚至可能会取代蓝线，使得这条双港轻轨一直都不被外界所看好。2019年，卢秀燕市府上任后，终止前朝双港轻轨的专案，将橘线恢复为原本台中国际机场至雾峰的版本，并更名为台中机场捷运。在经过2年的规划后，终于在今年2月完成初步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，预计在3月进行市府内部审核，通过之后再送至交通部审查。橘线在经历一波三折，经过3个不同的市府之后，终于有所进展。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，橘线始于台中国际机场旁，接着以高架的形式沿着中清路前进，并在大雅交流道附近转为地下至经贸路，进入水源经贸园区。过敦化路之后，左转经贸1路，接着回到中清路继续前进，并且在文心中清站和绿线交汇。在北区的路线则又和之前的不同，改为经由裕德路、中正公园、崇德路、三民路，再切过台中公园抵达台中车站和蓝线交汇。抵达台中车站之后，橘线沿着站前的建国路前进，接着转入国光路进入后站继续前行，并在跨越汉溪时转回高架。进入大里区后，橘线继续直行国光路、中兴路，接着在跨越草湖溪后进入雾峰区中正路，最后止于台湾省议会纪念园区旁。全线总长约 29.2 公里，并设置15座高架车站及11座地下车站，建设经费高达1185亿元。橘线是台中捷运的第2条放射状路线，串联了机场、科学园区、经贸园区、台铁车站等重要地段。通车后，也预估能将台中车站至机场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2分钟，大大提升台中市区交通的方便性。但是目前橘线连可行性研究都还未通过，而且在未来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之后，用地取得、细部设计、施工等工作需要花费13年，也就是说这条捷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，看来台中人有得等了。蓝线、橘线以及即将通车的绿线，可以说是台中捷运的核心路网。除了使城内的轨道运输更加完整之外，也缩短了海线地区和山线地区的距离。
而除了这3条路线之外，前阵子台中市政府也在公听会中公布了3条全新的远期路线，包括崇德丰原线、科工轴线和丰科轴线，预计串联丰原市区、中部科学园区以及高铁站，再加上绿线的2条延伸线、蓝线太平延伸线、大平雾线等，这些路线所构成的路网将使未来台中市更加便利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在留言区分享你对蓝线、橘线、远期路网或是绿线连接器轴心断裂事件的想法给大家知道哦。那么就再见吧，拜拜。